過千尺嘅3個單位，地標性嘅住宅項目。今日我哋嚟到天后柏傲山。如果你想喺傳統地段居住嘅話，今日呢條片可能會適合你。長方形嘅客飯廳，方便翻家私靈活咁擺位。而業主喺度都裝咗唔少嘅櫃，增加翻收納。而露台位置望翻出去，係望翻附近嘅城市景。廚房係單排嘅設計，保養上亦都相對之新淨。而廚房裏邊就係工人姐姐嘅房，加埋一個獨立嘅洗手間。嚟到第一間房，單人床之後都仲有空間可以安放到其他嘅櫃。而另一間房就方正一啲，景觀仲可以望翻出去，望到維園嘅方向。而浴室間隔上亦都相對寬敞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嚟到主人房，可以做到3邊落床。好，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聯絡我哋參觀個單位啦。